离我们50喜年，就从1月1号开始，好，已经剩下半年哈。那当然也是接受我们的我们是明年的8月是周年庆，但是我们通常是年初开始就要迎接我们50喜年的各样的事工。愿神借由他美好的恩典赐给我们大家有一个预备心，我们要借由这个主题来一起学习灵命健身跟敬虔操练，由中会所推动的这个事工牧师要借由圣经的教导一起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现在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因为你的爱你的恩典让我们互相教会平安喜乐平安恩典度过49年。感谢主，我们知道每一个时刻都有神的同在，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互相教会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领受从神来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迎接50喜年的时候，因为我们预备好要迎接，所以我们就有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跟能力，所做的工更能荣耀主。愿神给我们同在，也就由上帝的话让我们得到一个学习。我们求您启示我们，感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接续我们中会在推动从7月开始，我们教会要配合中会来推动一个灵命健身敬虔操练的8个步骤。那我们互相教会是受邀请，在下半年做一个等于试办一个操练。那借由圣经的话，借由里面内容的说明，也能让我们更明白健身跟敬虔操练的一个重要。我们感谢主，那上个礼拜神差派我们的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除了2堂的一个培灵会，他带我们亲自来回顾我们互相教会过去20年这段感恩的故事，很多万千的恩典，神怎么样带领我们。那我们要往前走，神预备什么样美好的这个标杆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要透过50喜年再一次来验证神对我们的祝福。他们是在上个礼拜天2堂连贯，一个主题是经历上帝的大能。那这个主题也刚好跟我们要迎接50喜年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开锣，一个开始，一个开端，一个提醒。它借由使徒行传3章1到10节，就是彼得、约翰他们进美门圣殿的美门要祷告，看见一个脚不便的一个乞丐，怎么样借由神的恩典，让他重新脚踝健康起来，脚和踝子骨能够健壮跳起来。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6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因为敬虔的祷告，敬虔的祷告在神面前，神且听。第二个，借由门徒对这个残障者他们的爱心，对这个软弱的弟兄施出怜悯的手。第三个就是分享神的恩典跟热忱，不只是给他物质上的，而是将神的医治临到他。再来就是提到了彼得、约翰，他们不止奉神的名来医治这位脚不便的乞丐，而且他说伸手亲自拉他起来，所以他就得着一个全然的医治。圣灵在这个事情上大大的动工，所以这位受伤的或是脚不便的乞丐，就是又走又跳进圣殿来赞美主。也是这样让我们看见神的美好的医治。这位受医治的这位乞丐，他就是荣耀神，进圣殿甚至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流程也等于就是我们互相教会一个走向神荣耀祝福的流程。
所以借由今天这个主题，我们要一起来继续来学习中会为什么特别要在这个时段邀请我们一起呢？我们再做一点小小的复习。中会黄金10年，富强教会50喜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起努力，一起预备。那上一次在6月初我们提起了，我们在2030年中会要庆祝100周年。那我们明年要庆祝50喜年，刚好在这个阶段，中会认为说，什么样的纪念最重要？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大家热闹庆祝，吃吃喝喝就结束，而是我们要预备心，将最好的属灵的产业建造起来、累积起来，然后让它更丰盛，结果子更多，用这样来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刚好黄金10年跟我们富强50喜年刚好可以结合，所以我们在明年迎接，是不是刚好配合中会推动这个事工？大家好像就是由我们自己亲身来体验啊。我们知道很多医疗的产业他们要开发一种新的药，要经过很复杂的流程。我们记得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疫苗要人体试验吗？很多人就勇敢说：“我来接受试验。”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免费被他注射，然后来回应他的反应。但是我们这个50喜年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没有那么的复杂了。我们一起从本身来操练起，来试看看说，中会推动这个事工，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的健康，还包括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帮助？我们结果从7月开始到12月，一起来操练看看，一起来演练看看，然后回应给我们中会说：“这个很有效，很有用，很有帮助。”或者说：“哇，这个难度有点高呢，要怎么样来修正？”这个都是我们下半年所要努力的。好，那中会推动这个主题叫做中心门徒属灵操练8部，敬虔操练8部，有81间，我们是14间受邀请操练示范的，就是说我们这半年当中，那我们就是明年要正式推动。很巧，中会正式推动也正好是我们50喜年，那就是我们再怎么挑也没有办法挑得那么巧合那我们要再复习的就是说，那到底为什么敬虔要操练呢？敬虔确实要操练。我们今天有读了2段，应该是这个事工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再复习一次，提摩太前书4章8节说：“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我们知道身体健康，大家都很了解。我们不止台湾有那么好的这个健保制度我们有那么好的医院我们的新楼医院刚庆祝160周年呢，台湾已经有160年的西医的一个系统帮助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很健康维护这个身体的健康，每一个人都很注重。但是他说，身体健康重要，更重要的是属灵的操练，因为在身体健康各方面有益处，属灵的操练不只是有益处，而且是得来永生的盼望。等于是你的操练，你的属灵的健康，是为预备永恒的生命，在累积，在储蓄，在建造。那我们也提起说，操练这个原文，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赤身裸体的操练，就是没有任何的遮掩。身体健康哪一个部分肌肉够不够够不够雄壮够强壮，都要一起来操练。所以我们再一次复习说，敬虔需要操练。为什么？为什么需要敬虔的操练？因为我们真正的信仰是改变人的心，你的心要被操练，要被锤炼，而不是一个头脑的认知而已。头脑认知固然不错，但是过了没有什么直接的效果。我们也常常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便是死的。只说不做，是实际没有用。一辆性能好的车，没有开出去，这辆车等于就是一个摆饰品。你在平常运动操练，运动得很好，各种技术都非常的熟练，成绩也非常棒。
但是从来你不上场比赛，那你操练可能你对你身体有益，但是你没有得到成绩。所以信仰是改变心，这个心是要被磨练的，是被一步一步的锤炼，然后让它成为习惯。第二个，敬虔不是学问的堆叠，而是心灵的连结。意思是说，我们对信仰的知识，你圣经读了很多遍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实际跟心灵的连结，你会发现这个只是知识，只是一个夸耀而已。很多人他可能对圣经研究很深，但是从来没有在实际行为上、实际在信仰上、实际在传福音方面、实际在造就别人的方面，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样去借由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去活出主的荣耀，这些都要经过跟心灵的连结。第三个，敬虔不是在主日敬拜神的宗教，而是每天活在他跟他的关系。礼拜程序安排得很好，诗歌敬拜每一个都很好，但是你回去，你出了礼拜堂，你仍然有这个敬拜的生活，有跟神连结的生活，那才更重要。第四个，信仰若是停留在头脑，那只是宗教；信仰是落实在跟神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这是有生命的，是活的，而不是一个脑筋的活动。第五，成熟的信仰不在于有多少激动的时刻，做礼拜、参加特会，很多感动的时刻，但这个感动不能只是纯粹一种情绪上或心情上的感动，而是因为你化作平常每日的生活，你的中心的脚步，你跟随主的脚步。第六个，属灵生命如果没有操练，属世的习惯就会主导我们的生活。意思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借由一直操练、一直磨练、一直磨练，然后形成一种内在的、内建的习惯的，然后你就不会被属世的生活再重新又过来来影响到你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由这个主题，把这8项属灵操练为什么要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来做一点分享跟学习。我们知道习惯的建立最困难的就是你要改变嘛，如果你不改变，怎么会变成有习惯呢？所以旧习惯要变成新习惯，要舍去，然后要重新建立。所以属灵健身房敬虔的操练8步，有这8项。我们在周报里面，今天周报又重新看了一次就在我们第9页的地方那这个8步呢，我们请苏令干事呢，他帮我们制作一个图卡。那我们前2天已经发给我们的各单位啦、各群组啦，希望你能够保留住。我是哪一个单位，我就拿来当我的一个参考。那这个是长老跟执事的8步。这8项我们周报里面都有记住，我们就不一一来念了。那重点大概有分2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有点像十诫一样十诫有前几诫是跟神的关系，那后面那几诫是我们跟生活、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一个属世的生命有关。那这个也类似，就是有几项是我们个别的属灵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美好的关系的建立。那其实讲来像8项其实是2项一项是跟神的关系，一项是跟家人的关系。那这个是弟兄姐妹大概是最重要的部分，跟弟兄姐妹有关的用这一个图卡来成为你的提醒这个提醒。那内容都大同小异，只是程度的差异而已。那这个就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的部分，我们是主轴建立在这个财务的管理，建立他们的习惯。那其实我们教会除了这个配合中会的这个财务的一个操练之外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看了周报说我们的那个奖学金的帮助吗？奖学金的颁发现在增加了好几项，其实这个也都跟这个属灵的操练有类似，但是藉由奖学金这方面的一个邀请，那由青少年由执事学他们去执行，所以某一种程度也跟我们的属灵8步是有同步的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他这样说，你们一定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但只有一个得奖，所以你们要抱着夺标的心来跑。一旦上运动场，没有人想要落后的，想要争取最好的成绩。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个在属灵的运动跑来比赛，我们是在往天国的道路比赛。你不可以漫不经心，或是人家跑前面，你还在那边慢慢摸来摸去，像乌龟在爬那样，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跟决心。那这8项，今天我们要分享前面的3项，一起来学习说为什么这个对我们有帮助。第一个，每日读经、灵修跟祷告。从我们以弟兄姐妹的标准，我们只要3年把圣经读完一遍，那就是达标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很有前进的心呐，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我们1年读完圣经的，哇，那个名单很多啊。所以因为我们有小组，大家一起在激励。如果说你自己来啊，你自己安排，你久了就忘了，因为想说，有没有人要求我？但是小组呢，组长，我们的组员都会在群组提醒说，你今天的功课读完了吗？圣经读完了，比妈妈在要求孩子做作业还认真呢，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我们因为有小组，所以我们的那个达成率很高哎。好，那你如果平常已经有1年读1次的习惯，那这个太简单了，你就按照你原来的进度。如果你2年读1次的也不错，你就按照2年的进度，因为我们都有那个经课表。那我们要参与试办的意思就是说，平常我觉得难度太高，我没有参加。那这一次因为要试办，是要邀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参与，那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好像一个前菜一样，我们要3年读完每一个会友。然后呢，你怎么安排呢？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的硕宏长老，特别编排了一个半年的这个分量哈。那我们有图卡，还有我们楼下可以印这一个实体的，让你夹在圣经啊，把它完成这样子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个月，我们有几位同工去大光教会听他们这个解说，那我们就在思考说，这个推动有没有人要参加哈？要不要有人报名啊？或是要填志愿书啊？那个大光教会他们是每一个人都要填志愿书呢。但是我们是这么思考，我们同工想说，不用志愿，大家全年参加，全年参加。当然也不能用什么逼迫你，勉强你啦。就是说，我们视同每一个人都有份啊。你来这8项，刚开始可能我要全部8项有困难，那7项可不可以？那6项呢？至少一半嘛，就是我自己自我 check 啊，自我这个审核，然后有没有达标啊？等到半年后12月底，我们说，大家收集你自己的回馈，你达标几项啊？你有几项没有办法完成，或是只成就了其中一部分，我们把这个统计啊寄回给中会，让中会说，我们到明年要全部实施哈。如果有意愿要参加的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那如果其他的教会一起来参加，有没有困难或是没问题，大家都觉得 OK， 那所以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诗篇5篇第3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个意思是说，诗人在他们的灵修生活当中，一天的早晨是先陈明他的心意，跟神陈明你的心意，等于对神的祷告，并要警醒，就是提醒，但我今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所以跟神的关系就是在清晨就开始了。弟兄姐妹，每日读经、灵修、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有3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是跟神建立亲密的管道，你跟神有关系就是透过读经、祷告、灵修。第二个，读经、祷告、灵修在我们生活上就很像灵命的你的3餐跟呼吸了，这2个不可缺的啊！你不能说我只吃饭不呼吸嘛，说我只呼吸空气就饱了也没有，所以是吃饭跟呼吸就等于是我们的灵修、祷告、读经。第3个，
读经、祷告、灵修，是因为属灵征战必备的武器。我们以为说啊，这个例行功课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啦，有跟没有也没差啦。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属灵的部分，常常它的攻击是因为你跟神关系有一点疏忽了，有一点脱离了，掉漆了，落后了，然后神的恩典没有办法提醒你，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你会遇到挑战，遇到诱惑，甚至跌倒。如果没有属灵的武器，有可能你会跌了一大跤哎。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是有备而来，不怕被征战，不怕被挑战。这是我们每日读经灵修的3个很重大的一个目标。好，读圣经，让我们祷告，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因为马太福音4章4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很多人从一个物质上的思考说，不单靠食物，那口里话有什么重要呢？其实，它是在引导你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判断、你的智慧、你的决定，这个都比吃饭更重要啦。你有经过这样的生命生活，你就会这样子。第二个，以赛亚书4章3节14没有删掉他说：“但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换句话说，你在主面前等候的，或是仰望的，或是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你要常常好像重新充电一样，重新厘清你原来的软弱不足的部分。感谢主，神给我们恩典，你必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一起思考说，基督徒如果长期不对神讲话，就是祷告；你不听神的话，就是读经；或是你不回应神的心意，就是不顺服神，走在一个得祝福的生命道路。他说会怎么样呢？灵命会慢慢的枯干冷淡，最后对神的启示、神的提醒，你都没办法去领受到，对信仰的热情也会消退。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个灵修的生活、读经的生活、跟神建立关系的生活，好像表面上没有什么差节省时间但是你注意，就是因为当神跟你提醒的时候，好像你的那个天线已经迟钝了，吸收不到。就好像很多人登山客到山上去，他以为他自己能力很好，不小心滑到边坡下去了，赶快要求救，糟糕！手机太远了，没有信号。神常常用不同的方式在提醒你，当你有跟神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很敏锐，你会随时感受到哪里的差异，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有预备，什么样的困难你能够超越，你可以仰望，特别是很多智慧的判断要神帮助你。所以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因为跟你的生命、跟你的健康、跟你的活泼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有一种观念，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只靠说我有受洗我有去做礼拜那感觉这个已经很 OK 了，已经很完整了。其实是要每天聆听神的话语，每天回应实践神的心意。那你不会觉得说那好像一个人被捆住了，其实那个是不对的思考。所以你在神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真理让你活泼，你会觉得活得很快乐，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因为在神里面是自由的。那这样应用到你的生活，你会觉得天天非常的轻松愉快。所以跟神的关系好，还包括跟夫妇、跟家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是互相的，彼此建立的。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敬虔不是1周1次的敬拜，而是每天持续跟神的关系。现在因为3C 用品非常的方便，我们不只是可以用传统的圣经或是灵修手册你找一个早上或是一段时间，在那个单纯的空间一起跟神关系。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就把
把你的那个3C 用品打开，里面有很多灵修的读经的话语、讯息的分享或小故事，那些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不会受时空限制的。有人开车要开30分钟到公司那段时间多棒的灵修时刻你也不会因为塞车感到心烦气躁，因为圣经的话语会帮助你。这个是每天持续跟神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一章我们就是特别请宋长老赶工上来的。我们有3年读经一次2年1年读经的，但是为了配合就是后天开始就是7月1号，宋长老特别很优待大家只要读完4福音书跟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是最好的、很轻松的门槛。从7月1号开始，每天读1章就够了。你用影音来听也可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媒体可以读经给你听或是你读一段经文或在手机里面都可以。它7月是马太第1章，第2天7月2号马太第2章，一直到使徒行传读完，刚好到12月。那你如果刚进入这个每日灵修的这段经文，就成为你很好的参考。很简单，其实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来讲因为有的章节比较长，分2天读完，要不然你也不用看表一章一章读就读完了。那期待建立大家的习惯，大家一个读经的习惯，一起分享，一起学习那2年1次的、1年1次的，我们教会都有这样的表格。第二步灵修就是属灵8步的第2步，就是邀请大家慎重其事的每个礼拜举行1次家庭祭坛。那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年轻人都外出了不一定每天在家。当然，你如果孩子还小，天天在家那更方便了。就每周1次的亲子家庭礼拜，或是叫做家庭祭坛孩子外出，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线上 RPG。你可能会觉得说何必那么麻烦呢？天天见面天天讲话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们常常就讲一句话，叫做有仪式感，对不对？当有仪式感的时候，你会觉得看重这件事情。当然有家长邀请无论是 RPG 或是线上或是家庭祭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它举行。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要让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敬拜生活。当然，如果觉得你每一天都1次都更好只是说至少我们建立一个礼拜1次的一个习惯。那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身为父母，每周立志决心举行一个家庭礼拜，是因为第一个，这个家其实就是我们的教会，第一个教会，我们父母就是第1位牧者，父母就是牧者。我们现在有在推动小组，你就知道概念不是牧师有写下牧师才叫牧者我们是一个小组的牧者，我们是一个小单位的小组的牧者，我们是一个家庭的牧者。牧者的意思是你学习耶稣的爱，去关怀你跟你同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家人。所以家庭是子女信仰学习的第一现场，是非常重要的环境。我们有一段时间习惯把孩子交给别人教，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今天那么强大？是因为他们从旧约时代就持续了这个家庭信仰教育的重要。那我们要把这个最好的这个宝贝或是武器拿回来。家人就是你第一个教会，父母就是第一个牧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说教会1周有1次做礼拜，是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属灵聚集、属灵大家庭的欢庆，那是一个大家全体的。但是家庭是1周1次的礼拜，是为什么呢？是信仰传承的根基，让基督信仰成为家庭的文化，让家庭关系更深切的连结。
当然，刚开始有时候哇腰不好腰，或是大家觉得有点尴尬不方便，其实请记得，久了就成为习惯，而且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时刻，一个恩典的时刻。很多你跟孩子的沟通，可以借由这样，那个话语就会出来了。哇，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家里面可能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呢，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所碰到的事。我记得牧师小时候我们乡下没有现代的什么所有的一个电视啦、娱乐啦，甚至我还很小的时候，连电灯都还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那个生活非常的怀念，因为天快暗的时候，赶快要吃晚餐啦，因为你要点灯吃饭很麻烦，然后大家整理完。要么就去睡觉，要么就乘凉。那我们最美好的时刻有2个，第一个就是全家人聚在那个客厅的桌旁边，由阿嬷带我们唱一首圣诗，也没有什么读经啦，什么分享都没有就读完圣诗有没有？就是读祈应文大家就开始祷告祷告。小时候有时候很小那个晚上就有一点要打瞌睡了。说阿嬷祷告久一点就睡着了，但那个氛围很怀念，因为那个就是桌子中间点了一个烛火或是油灯那种感觉。那有时候傍晚的时候，还没有要睡，就听了收音机，阿嬷他们就在剥那个花生壳花生不是要剥壳吗？那时候没有机器要一个一个剥。另外一种是要剥那个玉米，就是玉蜀黍的那个颗粒要从那个心把它剥开。哇，那要手工要很久。如果收获好的话每天晚上要做这种事情，但是那个感觉温馨的时刻是真的很怀念。那这个家庭生活今天已经演变到一个3C 用品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在家里面的时候，一个人一台手机，大家看自己的，没有一个凝聚的时间。那我们特别知道说，我们孩子跟机器可能沟通很好，但人跟人的沟通不一定好。有的人一旦遇到人际关系会很紧张。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社恐，好像跟人家沟通讲话，你的意见都表达不出来，或是不方便跟人家联络。其实，在家庭祭坛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请孩子讲出他的心里的话，或是这个圣经对他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说每周一次的家庭礼拜就是基督信仰成为家庭的文化。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家庭是子女信仰学习第一个现场，是重要的环境。信仰的建造不是从教会开始，而是从家庭父母的生活态度。请我们记得，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课业我们请老师教，那是专业的，但是生命跟品格或是生活态度是从家里开始。第3个是每月守主日礼拜。我相信大家在场的人，你会觉得说这个是多此一举，本来就是啦。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守主日礼拜？有人想说有没有守没有什么重要。有人是想说，我喜欢小组，因为小组大家可以一起聊天一起互动还可以发表说话，还有小东西有小点心可以吃感觉那个比较轻松好像做礼拜比较严肃一点，怎么样？但是守主日礼拜为什么重要？我们来看，第一个，《使徒行传》20章第7节，他说：7日的第1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隔天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圣经刚开始的时候是讲，今天是第1天是第1天。我们台湾因为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们常是说今天是周末，对不对？好像是一个礼拜已经拖到最后2天休息了礼拜一才开始第1天，其实是错误的。礼拜天是第1天。另外一个段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节，7日的第1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那里挪开了。我们的观念
好像也是一样生活作息啊，但是我们开始一个改变说，属灵的生活是从神开始，不是从工作开始。我们常不是讲说礼拜一好像有那个什么礼拜一症候群，对不对？好，休息完了，哇，礼拜一要上班好累啊，生活作息就觉得有点不想起床的感觉。但其实我们要把今天当成第一天，你明天就活力十足了，因为你今天已经预备好了啊。所以我们把优先次序建立好，就是以主日敬拜7日的头一天，让神居首位，让7天都在上帝的恩典中展开。我们宗教改革的先锋就是马丁路德，他这样说：主日礼拜不是仪式性，啊，照章行事。我们教会安排程序单，啊，从开始敬拜团一直到最后牧师祝祷、唱阿门颂，不是仪式啦。他说是信徒一周灵生活的起点跟中心。如果你把说神啊，我1个礼拜的开始，我们从敬畏神开始，敬拜神开始，从神领受祝福开始，你会观念完全改变说，那明天是第2天啦，我已经走在一个服事的现场了，工作的现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问答，叫做海德堡要理问答。他这样说：安息日就是放下属世工作，专心参与教会生活，领受神的话语跟恩典记号，并将安息延伸至每一天。当稍微一点点观念的改变，你会发现整个礼拜都整个礼拜1到礼拜6都笼罩在神的恩典跟祝福，因为你跟神一个美好的开始。更何况说我们每天有灵修，每一天都重新再跟神一个新的接触。所以圣经启示我们7日的第1日就是主日，才是一周的起点。全球大多数的国家跟文化，特别是我们所认知的美国、以色列或一些基督教的传统的国家，都将礼拜天主日列为一周的第1天。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印象哈？但我们现在月历第1天是哪里？大部分都是礼拜天，对不对？我曾经看过有人月历哈，是把礼拜天放在最后，礼拜一开始，然后最后1天是礼拜天，看起来不习惯的，因为我们都是从礼拜天算啊。但是有的厂商或是有的人他没有主日的习惯，他认为没错啊，第1天就是礼拜一嘛，最后2天就礼拜6、礼拜天，我们就是例假嘛、休假嘛，感觉上他们的逻辑是对的，但是基督徒是认为7日的第1日就是礼拜天。所以当我们以神居首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哈，以神居首位哈。好，弟兄姐妹，我们的敬虔操练的核心就是怎么样培养定期稳定跟神沟通的关系。所以因为跟神畅通无阻，主日聚会不只是做礼拜例行活动，而是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核心跟生命更新的起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重主日礼拜天我们常常会提醒呼吁，有时候周报会报出来说请弟兄姐妹帮忙注意啦，你的身边的朋友、同伴、小组员怎么这2个礼拜都没看见他了？除了关怀之外，而是因为我们要一起同心在一个点，一个上帝的圣殿，一个神圣的空间，一起敬拜，一起同心祷告，一起领受神的祝福，然后成为一个属灵的起点跟更新。因为停止聚会会带来什么？第一个会带来属灵冷漠跟信仰的退却；第二个，丧失跟家人的连结，成为落单的信徒；第三个，对神的话语会敬拜，会失去渴慕；第四个，丧失神在聚会中的启示的恩典跟引导。在3个礼拜前，牧师有贴出了这个黄金10年的邀请，这些文字我们有印在周报的第9页，牧师就不一一念了。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不是一种好像教会规定一大堆，不是，这是因为要帮助你。就好像我们有人到健身房，对不对？教练会先跟你安排一个训练的程度你的体质、你的肌肉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排一个课表。
那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8项操练当成说我们要一个属灵健身敬虔操练一个课表，那我愿意接受操练，因为为了帮助我，你就不会觉得啊这是个累赘哈啊。所以他说不像宗教制度的压力啦，也不像法利赛人定一下规条，对不对？好，第二个是我们爱上帝、爱家庭、爱下一代。第三个是我们这个奉献白纸布道法，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我们就跳过来哈啊。这个是白纸布道法那个纸卡啊，我们中会特别印了。很漂亮，让我们去学习白纸布道。牧师手上拿的就是样本了哈。这个可以折起来哦哈，折起来，让你看见说一个神跟人中间有一个大的缺口要借由耶稣基督是个十字架把它连接起来很简单，就是重点是鼓励大家有那个跟朋友、亲戚、同事传福音的一个习惯。那一个更简单的白纸布道，可能很多同工弟兄姐妹都用过。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用白纸画一下就可以了，叫做白纸嘛。说真的，这个是真正的白纸。你只要上面把这段经文罗马书6章23节念一段，然后左边画一个人，右边画上帝，中间有一个鸿沟，人是工价罪死。上帝是神的恩赐跟永生，但是你要跨越这一个深沟，你要借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用手随便一张纸拿过来就可以画了。我想这个，我觉得有学过，觉得更简单不用这个还要去拿，要买的，而且像上面的字，其实上面它有一个像刮刮乐一样混在一起，是很有用的。你邀朋友要学的时候，要拿10块钱给他刮，然后这个10块钱送给他，2种都可以使用哦，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会跟大家在一起说明了哈。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看一段我们这个50禧年我们这个黄金10年，我们的推动的总干事就等于是他的组长，就是我们大光教会的蔡牧师，他用台语呢录了一段邀请。我们期待我们富强人为了迎接50禧年，为了迎接我们中会的黄金10年，我们一起努力看看。你先不要给自己压力，你8项至少你做得到1项吧。跟家人一起吃个饭会有困难吗？你就自己审核说我做了几项，好不好？我们来看蔡牧师他对我们的邀请，对不起是用台语的我们听看看哈。这是一段短片，很短它只是一个说明邀请。我们那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影片档。如果我们有那个读经的卡片我们可以跟干事要或是影印一张，或是把那个卡的图卡。这个电脑图卡就带着在身上就可以。第一堂有提醒，可能第2堂没有注意到抱歉。我们也请弟兄姐妹等这个影片看完，我们要邀请大家来做一个医治的服事祷告，医治的服事祷告，请大家心中有感动或是需要代祷服事的，预备心到前面来，也请我们的服事同工也预备好，我们要为我们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做服事的祷告。如果没有连结就没问题，也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看也可以。好，那没关系，不用了，我们就直接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医治的祷告哈。牧师先邀请大家来。所敬听牧师有了吗？中集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台南中会伫明年要推动一个真要紧的事工，就是要怎样来建造健康的教会。
要怎样帮助兄弟姊妹活出敬虔的生活？所以咱有要推动8项敬虔属灵生命的操练。咱伫今年下半年7月初1开始，就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中间，咱有推选14间相对健康、相对臃肿的教会，来成做一个示范的教会。我相信敬虔的生活毋是财物，敬虔的生活嘛毋是观念，敬虔的生活需要实际伫咱生活的顶面来操练咱的真理。所以伫咱的圣经内底，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安尼讲操练身躯，利益是少；独操练敬虔，凡事就得到利益。所以我相信，咱的教会3同做伙来踊跃参与，咱的教会的确嘛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伫这8项的事工内底，咱咧强调婚姻夫妇的关系，咱咧强调爸囝母囝亲子的关系，咱咧强调财务的管理，咱嘛真强调个人祈祷、灵修、信仰的操练。我相信，咱3个做伙来参与，咱的教会就要得到更新、得到健康。通过安尼，我相信，若要互咱14间教会得到祝福，明年也要成做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一个真好的示范。求上帝帮助咱，恁的勇壮、恁的更新，就是成做咱台南中会祝福。愿主祝福恁，帮助恁，互恁甲恁的牧者、甲恁的长职3同做伙来配合，共同做伙来推动，来做属灵的操练。我相信上帝的确祝福伫咱台南中会身上。愿主祝福咱大家。好，谢谢。借由蔡牧师的提醒，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家很慎重的要推动哈。最后牧师要说的是，上个礼拜蔡牧师在我们当中曾经提了一个很重调，就是说在疫情过后，台湾的教会普遍的都衰退。他说大概平均衰退2成，100个人变成80个。那我们在面对这个很大的环境的挑战，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被激励、被推动。特别我们要迎接50禧年，愿大家借由这样的操练，愿意说：“哎，我愿意，我要更强壮，属灵更健康，我要一起学习。”愿大家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成果。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跟中会报告说，我们富江教会那么多人都参与耶，而且成绩都不错哦，有8项全守的，有的7项6项，那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要请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医治的服事。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中心门徒属灵操练8步，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因为实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每天的灵修生活、我们的家庭聚会、我们的亲子关系都同样被建立。主啊，让我们除去那个排斥或是心中困难的一个心思，让我们走在神的恩典的道路。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这个节奏跟进度，大家都同被造就、同被兴起、同被操练了。感谢主，愿我们从7月开始，这样的试验能够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来实现。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一个服事时间，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就是是我自由。